跟住交俾天文台科學主任講天氣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一節嘅天氣報告，我係吳燕南。先睇下大範圍嘅衛星雲圖，可以見到有道廣闊嘅雲帶咧，都係覆蓋住華南沿岸。而喺雷達圖像上邊都可以見到一啲比較弱嘅雨區啦，都係影響緊珠江口一帶。所以今朝早都有啲雨㗎。各區今朝早咧錄得大概1至到2毫米嘅雨量。至於溫度方面，去到6點左右，各區嘅溫度咧大概就喺17至到19度。今日詳細嘅天氣預測就係大致多雲，早上有1兩陣雨，下晝部分時間天色明朗，最高氣溫大概22度，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。喺電腦預報圖可以見到，隨住雲帶轉薄，沿岸嘅天色會好轉。另外喺星期日會有股東北季候風抵達華南，之後嘅1兩日咧，沿岸嘅天氣會涼翻少少。所以展望方面，我哋預計聽日同埋冬至咧，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日間温暖。再之後嘅1兩日啦，早上會稍涼。多謝大家收睇呢一節嘅天氣報告，拜拜。呢節喵早晨報道完，再會。